嘅嚟自 CBC 嘅新聞嘅，咁佢就話諗住想去搬去啲更平嘅地方咁樣，其實未必咁簡單嘅喎，要考慮下嘅噃咁樣。咁當然啦，CBC 就係呢一個嘅報導就分析咗加拿大各地嘅生活成本嘅，咁一直都有好多既定印象嘅，譬如包括亞省樓價平灰省就稅高，咁但係咪又真係咁呢？又或者咁講，in general 係咁，但係你自己個生活結構放落唔同嘅省份，係咪又真係準呢？咁樣話說咧，有個個案就係 Sarah 咁啊，就喺呢個報道入邊嘅。2022年就溫哥華搬去卡加利，即係佢比我早一年。咁佢就希望咧，就亦都當其時就係 Alberta is calling you 啦，Danielle Smith 上場冇耐嘅時候。咁但係就希望用一啲較低嘅樓價或者冇呢個銷售稅啊，從而個優勢就減輕負擔。咁但係呢個 Sarah 搬咗過嚟之後咧，佢就話反而喺亞省咧，損失咗更加多錢，仲欠落唔少債。咁佢甚至乎喺24年咧，亦都即係叫做再搬，就搬咗去 Montreal。雖然灰省嗰個稅率係高嘅，咁但係佢話佢自己家庭財政咧反而有改善。咁但係當然喺呢一個報道嘅側寫入邊咧，都有人由灰省搬去亞省之後咧，個財政狀況咧反而係改善。所以咧，平唔平唔係單一個案，亦都唔係 in general 話亞省就係平，灰省就係貴，或者卑詩省特別貴咁樣。其實係好視乎個人情況嘅。咁我哋今日都問大家啦，你認為亞省生活係咪一個假象呢？其實有3成4人覺得係嘅。佢話樓平冇銷售稅，但生活成本極高，例如水電啦咁樣係嘅。如果你要數有幾樣嘢都真係好貴嘅，當然我哋嘅 utility 好貴啦。甚至譬如我哋呢排成日都講緊啲整車嘢咧，整車又係亞省好貴嘅。好啦，咁第二個選項就係都唔算，拉上補下咪打個和咯，20%咁樣。咁3成9就係其實平貴都係假，最緊要有份工，平衡生活開支，即係呢個都係普遍香港人都係黎生心態啦。有份工，其實你就住邊咧都冇乜所謂，即係等於我哋都識草原三省中間嘅，咁有好穩定工作嘅朋友。咁其實佢嗰個生活費平啲，咁但係佢一路可能自己嗰個生活平衡到，自己都舒服嘅咁樣。咁跟住之後就得7%就話唔係啊，搬去亞省真係慳到錢。即係 in general 喺呢個投票接近100票啦，歡迎大家睇緊嘅時候都可以陸續投票啦，都會感覺就咦亞省你話平啫喎，但係實際係咪咁平咧？好啦，衡量生活成本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咧，就係一個叫做market basket measure。就其實係計算所謂嘅衣食住行嘅生活成本嘅。咁其實根據2024年嘅數據呢，其實反而灰省係平嘅，因為其實佢樓價都平啲啦。雖然佢個稅好高，但係佢其他生活費平啲，因為其實始終灰省都係一個大嘅 port 嚟嘅，大嘅大都會城市之餘呢，亦都規限咗即係法語先通啦，成個灰省。咁你就唔似話全國其他地方英文，譬如亦都近呢20年嘅移民係亞洲人多啦。其實亞洲人識法文嘅機會就會比歐洲人少啲啦。所以灰省其實整個經濟體嗰個感覺呢，其實你稅高咗喎，但係其實佢嗰個生活費呢，衣食住行加埋呢 in general 係根據呢一個嘅統計入邊呢，灰省其實唔係貴嘅，47,133蚊嘅啫。但係亞省要去到55,000，咁卑詩省咧就56,000，卑詩省係最貴噶啦，即係點講都係最貴噶啦，因為 Vancouver 真係最貴。咁安省咧其實都反而平過亞省，都係54,000。咁但係個問題當然啦，就係同一個省入邊個城市同鄉村亦都差異好大。譬如你安省平啲，調翻轉咁安省亦都好大嘅，或者啲 remote 地方又會再平啲咧。但又未必喎。好啦，當然啦，收入同購買力亦都好關鍵嘅。收入高嘅地方呢，物價通常會高啲，因為居民負擔得起。如果以我亞省係嘅，咁你譬如 Calgary 你係貴啲㗎。但係啦，亞省雖然本來有一個較高嘅一個可以支配嘅收入啦，因為即係叫做我哋係收入唔係差，但係又調翻轉，因為我哋嘅成本高啲啊嘛。咁所以呢個優勢其實亞省平呢個優勢亦都真正係逐步消失嘅。但係如果你再講衣食住行最貴，一定係住噶啦。即係你講緊加拿大按揭公司呢，其實亦都指出，即係房屋可負擔性係取決於3樣嘢嘅，其實唔係淨係睇樓價。但第一你要俾幾多啦，你負擔幾多啦，市場供應有幾多。咁當然現況就溫哥華多倫多依然係最貴嘅，雖然今年都陸續下跌㗎啦。而家講緊溫哥華嗰邊跌到係個特別嘅成交量啊，
跌到真係近年已經越低處未算低㗎啦，樓價亦都回翻去近乎2021年嘅價錢，當然未到2020年咁平，或者10年前更平啦，亦都如果跌到咁低嘅話，亦都好可怕嘅。其實證明加拿大經濟好危險。譬如如果以 Calgary 亞省啦，Calgary 同 Edmonton 仍然屬於大城市入邊較平嘅，當然啦，人口密度低啲啦，房屋起屋嘅政策寬鬆啲嘅。我哋亞省起樓嘅速度亦都快啲嘅，其實舊年亞省都有成5萬個新開工嘅即係住宅單位，其實都屬於全國最多，但亦都開始因為講緊譬如 Alberta 亦都冇再叫你啦嘛，亦都可以收緊一啲所謂嘅移民啦。In general 聯邦全國亦都減少 work permit 同埋減少 study permit 嘅情況底下咧，其實亞省個樓價係有機會受壓得好緊要嘅，因為其實佢嗰個供應有機會過剩。但亦咁講，如果放照呢單新聞講出嚟，就係一個衣食住行啊嘛。咁如果衣食住行嘅話咧，其實食物價格就全國都貴嘅，甚至乎即係有啲有趣嘅現象都幾得意嘅。原來 BC 省買三文魚係貴嘅，即係係你明明係產量最多噶嘛，即係呢啲原因有時當然啦，同市場競爭啊、供應鏈啊亦都有關。車保方面咧，安省嘅車保都叫做 in general 全國係比較貴嘅，因為佢偷車率高啦，交通意外率都高啦。相對最平嘅真係人少嘅地方啦，譬如 PI 咯，PI 係講緊即係相對係會最平，但係亞省咧嗰個保費咧嗰個。都急升得好緊要，包括即係因為早排有試過冰雹啊，即係呢樣嘢都會令到亞省其實同埋亞省嘅整車成本真係好高，咁所以叫做亞省個優勢會越嚟越少。咁當然啦，你就係話如果喺諗一個省份嘅生活係咪平，就係要諗衣食住行呢4樣嘢。其實反而我覺得呢。喺呢單新聞入邊咧，亦都冇講到一樣嘢咧，就係究竟你個家庭結構係點樣？即係譬如我會覺得係，如果你冇置業，你又或者只係一個即係可能 young couple，甚至乎一個人嚟喺卡加利生活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個成本係貴過喺安省同呢一個嘅卑斯省嘅，因為譬如你一間房個樓價租金。而家叫做尤其是兩大省回翻啲啦，亞省其實唔係平。第二就係交通成本好高啦，因為你嗰個公共交通設施個系統，你遠比多倫多同溫哥華都係差嘅。咁你變相可能要養架車，咁你又睇到養車，哇！我油費平喎咁樣，但係你保費貴啊嘛。即係譬如我覺得卑斯省嘅 ICBC 個保費係平嘅。咁但係又調翻轉，同埋就係話，譬如如果我哋講緊大城市嘅話，我喺溫哥華，喂，咁又調轉喎。我喺溫哥華嚟講，我可以唔揸車都冇乜所謂喎。如果住得翻啲大城市嘅地方或者近 SkyTrain 嘅地方，但係你譬如香港啲卡加里就算有 C-Train。但你 C-Train 嘅話，其實個涵蓋城市嗰個位置唔足夠噶嘛，再加上你巴士嗰個規劃，亦都冇去到溫哥華同多倫多咁密集，咁變相你個時間會差好遠嘅。咁所以你譬如果我覺得成日覺得去亞省，如果你係 young couple 啊，一個人啊，我有時覺得係喎，因為你落翻落嚟，餐廳會貴咗。買餸有機會貴咗，因為你內陸省份唔係大 port，你唔係多倫多，唔係溫哥華，你多咗運送成本，你亦都頭先都講啦，你譬如車保會貴，水電會貴，utility 會貴，咁所以如果你唔係置業呢，或者你唔係一定要揸車嘅人呢，其實你又咁講，亞省唔係平噶，咁但係當然啦，亞省嘅工作機會又相對少啲啊嘛。最低工資亦都低啲啊嘛，咁所以變咗，如果你喺移民嘅初起步嚟講，你覺得亞省一定係平呢？其實呢樣嘢我自己住落2年之後咧，都會有啲諗法就都原來其實要好睇你嗰個本人嘅狀況。咁即係譬如好啦，調翻轉喺我嘅角度，我係有小朋友嘅，我想一個生活空間好啲，我會置業嘅。或者譬如我喺溫哥華多倫多，就算我唔買，我未有 PR 啊，我都係要等緊 PR 先會慳到個海外買家稅噶嘛，我以租嚟計。
其實喺溫哥華同多倫多，如果唔計今年即係25年再回落一啲空間咧，我23年搬或者22年係樓價歷史高位嘅時候咧，其實嗰個租金係真係好難捱嘅，個租金可能會佔咗你嘅人工嘅比例好多，從而就令到你即使周邊啲嘢平，你都捱唔到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當日幾年前嘅問題，所以即係當3年之後，而家你 CBC 再做一個以溫哥華搬去卡加里，再佢搬去 Montreal，咁當然佢都冇講話你做緊咩工啊，你嘅收入有冇增加，佢只係單純就係話哦，以一個 in general 嘅一個 measurement 去睇生活成本，就話俾你聽，哦，可能我哋 in general 就咁睇亞省未必係平，灰省未必係貴，但又調翻轉，其實就真係等於每次移民都係每一次講移民話題都係。大家問我邊度好，我話其實最主要都係要睇你自己本人嗰個生活需要，因為我嘅需要同你嘅需要唔同啊嘛。咁只不過就話喺亞省呢，如果你以房屋成本做主導呢，感覺上係平。但如果你唔係會置業，又或者你嗰個住屋嗰個需求唔係咁大呢，其實調翻轉你喺其他省份可能生活平啲。又咁講喎。我喺溫哥華過嚟，咁譬如如果我淨係拆住嗰 part，咁我咪平咗好多呢？如果我按照23年係嘅，因為我23年要租個3房 townhouse 喺溫哥華，又唔想住到太遠嘅話，其實個價錢都好貴喺度，3000尾4000頭。而家當然有機會回落啦，有啲去到2000尾啊3000頭，可能差咗1000蚊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我唔使俾 strata 啊，我唔使俾地稅啊。咁調轉啦，我過到嚟亞省置業。咁我置業我都想個空間會大啲噶嘛，咁譬如地稅可能會貴啲啦，strata 可能會貴啲啦，甚至你個 utility 本身亦都平均比卑斯省溫哥華貴嘅情況下，你間屋又大咗嘅話，你其實個能源成本都會貴咗。咁因為即係嗰邊有 BC Hydro，呢邊我哋唔係，咁所以又咁講喎，你淨係住係咪平咗呢？可能個銀碼冇細好多。只不過你換嚟嘅生活條件好咗，咁但係當然啦，你又要支付到呢一種生活條件嘅話，就係你嘅人工能唔能夠跨省都可以揾得翻。所以其實某程度上要討論省嘅貴定平呢，係好難 in general 講嘅，因為即係你可以有好多數字去做側寫，但係講到最尾都要放諸於自己家庭結構、資產嘅厚薄去諗。咁所以等於喺呢啲新聞嚟講呢，我覺得睇完之後呢，有啲數字你可以借嚟參考，反而你唔好就咁睇標題就係話，哦呢度平嗰度貴，係調翻轉就係呢度平，佢平嘅嘢關唔關我事？嗰個省貴，嗰個省貴嘅嘢係咪又真係完全唔關我事？咁樣可能先會更加多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以救生艇嘅角度，雖然大家可能好多人都未有 PR，又或者可能。第二日有咗 PR 或者啱啱有 PR 嘅人，你要都會諗，呢個國家好大，隨住我嘅工作機會發展，或者家人嘅，譬如小朋友嘅讀書需求，你有機會會搬省噶嘛？如果再考慮搬省嘅時候呢，有機會都要咁樣去睇。你可以睇好多唔同嘅數字，但係你一定要翻落嚟，俾自己做一個考慮嘅背景，而唔係就咁睇一個報道或者睇一個 YouTuber。佢話平定貴，跟住就信佢，跟住因為我其實都好大壓力㗎，成日都有人話，唉，我信你先搬嚟亞省嗰陣，我真咩？我話我每次都戴頭盔，叫大家要諗清楚自己嗰個需求個噃咁樣。咁當然我搬咗過嚟，我自己覺得係我係覺得 OK 嘅。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平咧？其實 in general 我就覺得全國都係貴。